用的国家声配合舞蹈，随家唱100月。这是由嘉义高中第32、33、34届舞蹈班学生所在来实施创作舞台序。序就是代表着太阳刚升起的样子。那我们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，我们带着我们现在3年的养分，我们即将蓄势待发，我们要走向我们自己的道路，走向我们的光明，迎向光明。去开创我们的未来。这次合作其实就是彼此之间舞蹈班来就是学习说，在一个乐团里面是怎么样的。那同时我们国乐社的同学也学习一下，在视觉艺术上面是怎么呈现的。这摆头一回跟国家社合作，后来场次就他加2首舞曲。虽然伫5月4号的公演无法度表演，也过游玩会当欣赏到学生创作的11首舞码，内容包含现代舞之外。还有热情的蒙古舞，为红龙梦精进编舞的张华莹相当得玩。每一年的同学，他们都在自己的舞艺上面有更多的精进、创作，以及从发想，以及从编舞到整个舞台的一个设计，都是由我们的同学自己来做。它的面向非常的多元，那包含东西方舞蹈都有。老师们在过程看到学生一点一滴的长进，其实心里的内心是蛮欣慰的。借由创作展，让家济学生多元发展，同时嘛邀请附近各中小师生观赏这出国家康舞蹈所结合的技术响应，推广技术教育。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。